各位朋友，今年嘅七一大遊行呢，政治意義非常之重要，同2003年呢超過50萬人上街呢嘅意義一樣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大家知道，自從舊年呢個誠信破產嘅梁振英上咗台之後呢，其實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所謂幹部治港嘅時代。咁梁振英今日政治傀儡嚟嘅，佢不但止呢要幫中共執行所謂4大政治任務，實際上本身亦都完全管治無能。你睇到一年下嚟，即係管治質素每下愈況，搞到民不聊生。嗱，正正因為呢，今年呢個政府係知道呢上街嘅人必定多，所以呢，你睇到喺中聯辦策劃之下呢，就展開一個呢前所未有對着幹嘅所謂慶回歸嘅活動。另外，梁振英亦都破天荒琴日走出嚟大吹大擂，就話自己嘅政績非常之好。喂，如果真係政績係好好的話呢，根本就唔使驚下個禮拜一呢個七一大遊行裏邊呢會有好多人上街啦。好明顯，其實係一個關鍵時刻。據我所知呢，連梁振英自己對中央講就話佢保證今年上街人數係唔會超過20萬。嗱，佢講嘅人數呢，其實已經比10年前呢董建華話3萬至5萬呢為多，即係話心知肚明。就算佢點樣吹都好呢，一定好多人上街。點解咁着意呢個人數呢？就係人數就係最好關鍵咯。因為如果今年嘅人數呢，真係有50-60萬人上街呢，其實呢一個咁嘅梁振英政權呢，就命不久矣。嗱，雖然呢，大家都明白推倒梁振英呢唔等於呢就一切呢都可以改善，但係推倒梁振英係整個政治運動一個開始。因為呢個就係香港同呢個即係中共一個政治嘅對決。如果推得到梁振英呢，就有機會進一步爭取呢個即係雙普選。所以今日嘅遊行呢係非常之重要，係同過往嘅情況係完全唔同，絕對唔係所謂出嚟咧行完算數。所以希望大家不但止參加遊行，而且留低集會，顯示香港人民嘅力量，係話俾呢個中共聽，我哋一定要推倒呢個政治傀儡嘅政權，實現雙普選。多謝大家。